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做起立咱甲边仔的祝福，上帝要甲你三甲同在。上帝要甲你三甲同在。主甲咱同在，咱就毋免惊吼。来分入我心，来分入我心，来掌管我的心吼。咱用这首诗歌来到最面前。来分入我心，来分入我心，亲爱圣心分入我心，伫主的脚前献上我心志。亲爱圣心分入我心，求掌管我心，求掌管我心，亲爱圣心掌管我心，伫主的内面。我全然安歇，亲爱圣心分我心，求分入我心，来分入我心，来分入我心，亲爱圣心分入我心，伫主的脚前献上我心志，亲爱圣心分入我心，求掌管我心，求掌管我心，亲爱圣心掌管我心。伫主的内面，我全然安歇，亲爱圣心掌管我心。伫主的内面，伫主的内面，我全然安歇。亲爱圣心掌管我心，求主来掌管咱的心，无论你即摆心情是悲迫，还是你真喜乐，咱恳求主伫早起咱要礼拜的时候，掌管咱的心，互咱会通归应伊，倚靠伊，咱要。献上咱的感谢，先用主的话，互咱看讲，咱有啥物通感谢的无？做伙来，阮都徛来甲伊讲，这是偏僻的所在，天嘛地暗嘛，请甲群众解散，互因通家己去附近的庄舍买食物。耶稣因讲。因毋免去，恁互伊食。阮都对伊讲，咱遮只有5个饼、2尾鱼。耶稣讲，摕来互我，伊就叫众人坐伫草埔，然后摕迄5个饼甲2尾鱼，天感谢，饼掰开，摕互阮徒。阮徒就分互众人。兄弟姊妹，你对这段圣经你有看见？这位耶稣是啥物款耶稣无？学生讲插因啦，因家己去食啦吼。耶稣讲啥？互因食吼，想办法。咱有看见这位公义良善、永远慈爱的怜悯，伊嘛赦免咱的罪过。伊是拯救咱脱离迄个人生苦海的主。咱就要承认讲，咱的有限，咱可能无亲像耶稣迄个怜悯的心，
插伊啦。遐尼济人，也是讲可能有迄个负面的，咱一开始的想法就是无可能、无法度。总是咱袂去来看这位有法度全能的主，所以咱来感谢，咱来看见咱是毋是伫咱的人生的中间，常常是负面、不属神的思想，无属上帝的想法伫咱内底，咱求主来帮助咱开声来祈祷来。阿利路亚，主，阮感谢罗你伫你的内面，阮会通全然安息；伫你的内面，阮有法度；伫你的内面，无迄个无可能的代志。愿主来想主互帮助阮，互阮会通伫遮正义到你的同在，无看环境，无看外面，只有仰望主帮助阮会通伫你的内面，阮来看见上帝你的恩典。感谢主，掌管我的心，你的圣神会会风分入阮的心。上帝被阮的上帝，你是怜悯人，亲像耶稣看见遐个困苦四散，亲像羊无牧者。就怜悯，你有怜悯的心肠，你也帮助阮，会通亲像你的眼光，你的心肠，看见就有迄个怜悯。阮看见这段圣经咧提醒阮，检在有当时阮亲像这学生，应改善这种人，互因家己去想办法。总是主你讲，互因食。当阮愿意献上阮所有的，检菜是少少的五块饼、2尾鱼，但是因为你的怜悯甲你的权能，互阮看见无迄个无可能的。愿主说，今早起的礼拜是看见主你的权能，看见主你怜悯的心肠。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那么要恳求上帝来帮助咱，互咱会通伫这个马太阮14章的过程中间，咱要来看见上帝伊安怎怜悯众人，来医治众人，咱做伙来读来。耶稣甲门徒过河了后，伫今年杀戮上岸，迄所在的人一认出耶稣，就派人去四周围，甲所有的病人拢带来医遐，因恳求耶稣护病人。干那摸伊3句的手就好，所有摸到的人拢得到医好。干那3句那个衣服的下摆迄个信心是爱有所以若无信心好参像迄个风影，爱定迄中间来车步兵你就无法度来得到上帝。要伫你生命中间所要想事的，所以咱要伫这几方面，无论是心灵的健康、心神的勇壮，也是咱伫外在、咱伫肉体、咱伫情感，所以咱的灵魂体是包括灵、思想、感情、意志，甲咱的身躯，这每一个拢是相关，拢是有连结的所以出一个问题，就连续的影响这个。所以兄弟姐妹，如果咱中间有这个需要，有长老，有这个同工伫遮甲咱服侍，有牧长甲咱服侍，你会当爬起来信心是互你经历迄个无可能变做有可能的事请咱做伙要来祈祷，邀请主伫你的生命中间，像拄啊首诗歌讲，来圣神分于我的心，来掌管我的心。咱做伙来祈祷，如果有需要的，你就爬起来。也是坐伫你的位，恳求上帝来医治。咱的长老伫遐来服侍。长老后壁有需要祈祷的有需要祈祷的。主啊，你来就是要互人得到自由，互人得到怜悯。互人得到瓦靠，互人得到祝福，互人得到祝福。主，阮奉你名来到你手的宝座前，恳求你医治权能，充满你的供应。主啊，你的安慰，你的扶持，你的帮助，甲这兄弟姊妹三个同在。主啊，既然愿意来到你手宝座前的大大开嘴，你就要大大伫遮来祝福因，来保守因的心，
赢过保守一切。主，阮奉你的名来到你神的宝座前，阮需要你的怜悯，需要你的医治，需要你的供应，需要你的安慰，需要你的引带。伫患难中间无亏力，你是迄个亏力的源头。特别料理阮每一项代志，需要你的智慧，你是迄位智慧的源头。主，阮感谢你，将阮的心帮助阮会当保守阮家己的心，赢过保守一切。因阮一生的果效是对心底直接来发出，互阮有属上帝的思想、情感、意志，也有主你所想出凡勇敢身躯。继续来跑走伫主你为阮备办稳定的路，愿主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最后，咱要为着主伊直接来守望来祈祷，咱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我实在甲恁讲，恁伫地上禁止的，伫天顶嘛会禁止；恁伫地上稳准的，伫天顶嘛会稳准。我阁甲恁讲，恁中间若有两个人伫地上同心合意祈求，我的天父拢会甲因成全。所以同心的祈祷后壁带来啥物结果？甲你的边仔讲，天父会甲伊成全哦。甲你的边仔讲者来。天父会甲伊成全。所以礼拜是要互咱去认捌伊拄着。迄个无可能，总是你的需要，上帝要甲伊安怎成全。所以你来看圣经内底有遮个圣经出版的遮个出版商，伊另外出版啥？祈祷英文版啊，就是讲若内底有祈祷的，有啥物款主的英文，伊就用红字伫遐甲标出来。所以讲祈祷应许版哦，祈祷的英文版。啊！你一看，你有看到迄个英文无？今仔咱对这段圣经，你一看是看到遐个苦境，还是有看到主的同在、主的应允？咱要做伙来祈祷，为着咱的教会来守望，为着个人，为着主义这同工的体育会阁有一部，求主来掌管明年的计划，伫要牧者引带，或者中级。伫遮来引带，总是咱有一个大牧者，咱的主。这礼拜拜六有圣礼典，求主来掌管，青年牧区、电机会拢能顺遂。过去咱透过全人性命教育协会，诚做教会对社区的管道。咱有看到真侪遮个社区的朋友，因为安尼在座的嘛有真侪。因为安尼来信主，上帝要用各样的方法、各样的智慧，要互人来亲近伊。所以上帝互咱有智慧，好好来使用这个管道，来成做这个城市、这个社区朋友的祝福。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眼中的宝贝。所以过去教会推动这个项目，就是你互因福利。要紧就是要有福音，所以伫这过程中间，咱嘛看见上帝施恩、怜悯甲祝福。咱为着咱的教会头前的路，咱做伙来祈祷，做伙来感谢。哈利路亚！主愿奉你的名，恳求你来帮助。我过来，主，你家己引带伫这个教会，我过来，你家己伫。这个教会来掌管，你伫这个教会来祝福，既然羡慕你，无论大小，都会通伫主你的恩典内底，是阮祝福伫阮手所做工，坚固扶持，显示开来能力，或者领导的领袖，拢会通做模范起来，愿主愿生命通成长，会通改变，会通伫遮看见。主你所爱看的，愿主是阮祝福。特别，阮的上帝，阮感谢你，奉你的名来到你神的宝座前，阮需要你的同在，伫你的教会面对这个变迁的社会，疫情后的宣告，
拢需要主你的智慧灵敏，也开阔阮的眼光，开阔阮的心胸，享受有你看见灵敏的心肠，甲迄个眼光，帮助阮伫礼拜中间看见阮家己的问题，也看见你要改变阮命运的一个机会。愿主来祝福，我若要做伙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阮伫天的爸，愿你名圣，你国临到，你旨你行，你对你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抓阮入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伊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在无尽。阿门。就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伊的慈爱线到永远。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伊的慈爱线到永远。请咱做伙来吟圣诗146首，救主出声叫我，请起立吟全首。救主出声叫我。软弱的人跟我，来家好打亲切，伊到救主面前，我靠主恩典，做我的赦免，我大福气甘欢喜，信靠救主名字。伊心亲像行入风暴，那我靠主耶稣，伊怜悯着我路，我靠主恩典，做我的赦免，我大福气甘欢喜。信靠救主名字，伊若心事有话，所行所做冤罪，只靠救主保惠，为洗净咱的罪。我靠主恩典，做我的赦免。我大福气甘欢喜，信靠救主名字，对世过我的事，成都当像诚实，欢喜这声来贺，路主大功劳，我靠主恩典，做我的赦免，我大福气甘欢喜，信靠救主名字。咱同心来祈祷，至尊至圣大权良的上主啊，恳求你即时甲阮同在。当阮自己做伙专心敬拜上主，阮的心思意念就要离开所有外在的搅吵。主是阮的避难所、躲闪的所在，也是阮溃烂的石盘，阮所倚靠的。
是拯救，是关怀，是阮的救主。主啊，阮的心思意念向你来展开，愿你用喜乐、慈爱、平安、应允充满伫阮。为着昨日一天全教会学生同工退休会，向你献上感谢，互阮调整出对上主的救恩、对教会的起造、对兄弟姊妹的组织，也有对同工彼此的珍惜甲看重。主，你的国度是宽阔，互阮的眼光专心仰望你。你是万行有的上主，你以外，阮无别项。求主帮助阮来赢过对世界来的价值观，将主的心意放伫阮的心内，引带阮跟对你直到永远。阮同心恭敬的祈祷，是我靠耶稣的名。阿门。求主因民听阮祈祷。请坐，请咱做伙来启应伫信息后面，启文56篇就是约翰第1章，启文56篇就是约翰第1章。创世以前就道甲上帝同在，都是上帝。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上帝通过伊来创造万有。一切受造的，逐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伫伊内面有活命，这个活命是人类的光。这个光伫黑暗中得照，黑暗毋捌赢过光。伊伫世间通过伊来创造，毋过世间人毋捌伊。伊来到家己的所在，家己的人无接纳伊。遐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伊属因有权，正做上帝的囝儿。伊毋是对血统，是对肉欲，嘛毋是对查甫人的意念，是对上帝生的。都正做人踮伫咱中间，充满满稳定甲真理。阮有看见伊的荣耀，是天父独一的囝，才有的荣耀。伊对伊满满的稳定，阮上加阮赐福互咱大家。律法通过摩西颁布，稳定甲真理是通过耶稣基督来的。无人捌看见上帝，只有被被心心怀怀中中独独一的囝一的囝，有有甲甲伊伊显显示示出来。出来。请李介成长老来献这首伊亲身作曲作词的诗歌《主爱的呼调》，主爱的呼调。有一个声音对天顶来，那是我主爱的天父，伊轻轻叫我，温柔地叫，爱我做伊路用的器具，这是咱袂捌。阮我主以前袂当体会感动，若我无要过茫茫的日子，毋过行无未来的路，主已经为咱备办所欠亏的。你也袂讲出需要的事，咱的罪已经报回替咱洗清，你也袂到世间以前。
对天顶来的是我挚爱的天父，伊轻轻叫我，温柔地叫，爱我做伊路用的器具。这是咱袂捌君我主以前，袂当体会感动。若我无要过茫茫的日子，毋过行无未来的路。主已经为咱避办所欠亏的，你也袂讲出需要的事。咱的罪已经无悔替咱洗清，你也袂到世间以前。主已经为咱避办所欠亏的，你也袂讲出需要的事。咱的罪已经无悔替咱洗清，你也袂到世间以前，你也袂到世间以前。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4章22到27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4章22到27节。耶稣随时逼门徒上船，先过去对面看，伊家己留伫解散群众。群众四散了后，伊家己上山祈祷。天暗的时，伊邀家己一个伫遐。迄时船已经离岸真远，因为季风互影拨来拨去。天要光的时，耶稣伫湖的顶面，门徒遐行去。门徒看到伊伫湖的顶面伫行，真着惊，讲是鬼。因惊甲大声喊出来。耶稣随时甲因讲：安心，是我，毋免惊。请本堂由牧师来讲道。题目是我毋免惊，是我毋免惊。请咱同心来祈祷。主拄当阮拄着人生风涌的时，你要亲像伫海面上对这个学生讲：是我，毋免惊。是当阮着惊，大声喊话，无法度有救兵，无法度有帮助的时，主你随时伫阮的中间帮助阮，是我，毋免惊。开阮的心窍，帮助阮，伫即几节的圣经内底，看见你是啥物款的主，你有啥物款的权能，也看见。阮可能亲像学生，伫迄个失落、伫迄艰苦中间，阮就爱安怎做？帮助阮，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大家平安。平安。是我毋免惊，可能你拄着真侪遮个困难、挫折、失志的时阵，敢有人甲伊讲是我毋免惊，还是干那讲免惊？因为伊毋敢讲是我，因为可能人的气力是有限，无在调。即两天过去两天伫台北有上即个领袖的高峰会。每一年的高峰会拢有真侪遮真好的讲员、真赞的讲员伫遮来分享。其中即个达拉斯
詹金斯吼，伊是一位导演，甲电视的这导演啊，甲电影的导演制片。伊讲伊伫2017年的时阵，1月20日是伊事业拄着真困难、真逼迫的时刻。伫几点钟的中间，伊对明日之星吼，变做昨日安怎黄花？恁拢有读册咧，所以本来是互人看好哦，哇，这个导演真赞，可能得到奥斯卡还是啥物货，结果咧无几点钟吼，伊所导演的这个翻转人生，真正互伊人生车破饼安尼吼，正并落到伫迄个山坎的所在。所以因为这部的影片，互伊对伊名声真好，到伫变票房毒药。所以伊真实际，可能会因为安尼爬袂起来。但是咱伫即个人生的风雨中间，就伫你惊吓的时阵，突然伫迄个半暝暗时的时阵，有上帝来感动伊的太太，想起5块饼、2尾鱼、饲5000人的故事。半暝4点，就叫醒伊起来，然后咧，伊就写15页，为什么伊拍一部电影会失败？所以伫迄个失败过程中间，伫即15页的中间，伊个补缀有一个网络顶面的人，即个人士就回应，讲上帝爱我甲你讲，你去看圣经的经文，马太福音14章内底，耶稣用5块饼、2尾鱼饲5000人这段的故事。这个时阵，伊就醒悟起来，原来上帝爱伊做，就是你准备好你的5块饼、2尾鱼，其他新业技术我来做，其他的票房也是遮要卖票卖偌济，迄拢交上帝。代志交上帝就对，所以毋免惊，上帝甲你三甲同在。所以透过这部的电影，新选的人因为这段的预告片，互19000外人19000外人看到，因愿意伫遮来投资。你若看到网络有真侪遮，伊要创业，伊要创一个新的物件，对无？伊拢会安怎？你有看过网络无？有捌甲伊咧集资啊？伊伫迄个集资的中间，看偌济人认同伊的一个创作，伊所要创业的。你若感觉即个物件袂歹哦，所以可能你安怎2000、5000安尼甲投入。所以大概有19000外人投资者，超过1000万的美金互伊会通拍这部电影。只有透过可能拄啊开始的一段的预告片、影片，人一看到安怎袂歹，吸引。所以这部电影就影响真侪人。其实这部电影伫讲起耶稣的生平事业。若有机会，咱去网络Google， 即马毋免 Google 即马专心听讲道你等于你敢去迄个 YouTube， 你若去来 Google 讲这神选之人这部电影，伊用无共款的手法，伫遮来重新来拍耶稣的生平。所以因为这部电影，互伊安怎东山再起啦。今仔日咱看这段圣经嘛是是亲像这学生，因为风影人生的风影，伫遮来变盘变船，也是你会通因为这件代志，互你的人生伫遮来改变。无共的看法咯。有当时咱会感觉讲风影毋好，但是有当时这个风影确实互你东山再起，互你会通伫遮改变你人生的命运。
就伫学生安尼话叫讲魔神啊啦、鬼怪啊，因为超过因所理解，超过因所想的讲海面上哪有可能有人伫遐来行？除非是啥？魔神啊，是妖魔鬼怪。所以当因咧喊话惊吓的时阵，耶稣讲一句话讲：是我，毋免惊。是我，毋免惊。迄句话感觉真熟悉，但是敢有可能是无？超过因所说，有啦有啦，拄啊经过5块饼2尾鱼饲5000人，其实不止5000人嘛，对无？超过1万人，因为囡仔甲查某人无算，所以你想讲伫在场遐尼侪人，一定定可能无通食，但是竟然话经文讲，一个囡仔，一个少年家，将迄个5块饼2尾鱼，就是讲，亲像迄个达拉斯霍金斯即个，你准备好你所应该准备的物件，5块饼2尾鱼，其他的看上帝来做，看耶稣来做。所以是我毋免惊，是要转移你的焦点、你的想法、你的看法，伫对耶稣的身上，毋是搁再看遐风影偌大。所以今仔日咱要认捌，过去可能咱停留救苦救难是啥？咱遮会对民间信仰来信耶稣的，可能伫你即摆想法，还阁有互即句话受限制掉的，也是影响对无？救苦救难是啥？妈祖啦，菩萨哦，是菩萨但是咱要认捌救苦救难是耶稣的。我会记我咧上宗教的时阵，我的老师当洪阮大师啦这个老师用救苦，我真印象真深。伊写一篇一本册，其中有一个主题叫做苦海诸行是耶稣。真正咧，耶稣嘛行水面，连面咱来看讲，行水面到底伫当时有啥物款的意义哦？这是头一个咱来认捌讲，有啥物款的气力是救主、救你，还是救兵，还是啥物款的当救你？第二，有伊的同在，你着真正放心毋惊吗？这是看你对伊认捌偌济。第二，你有信心来倚靠伊啊无，就会影响你真正毋免惊。检在外口风影，外口有真侪的遮的困难。所以今仔咱来看，讲面对咱人生的风影的时阵，这个环境实在真险恶。人讲人心险恶，对无？人的心险恶，环境险恶。因拄当面对啥物款的问题？如果你若去看顶半段，伫圣经内底讲起，洗礼约翰拄着啥物款的代志？啥物款的代志？去互人抬头啦，会记希律带伊的兄嫂，然后咧，伊兄嫂的查某囝为着要互伊欢喜。伊跳舞，互伊互希律看了咧。你若拢要爱啥，我就拢互你。去互因老母所诉，讲啥？甲洗礼约翰的头斩掉，然后放伫盘啊，起来互伊。这人讲最毒安怎？恁讲的我无讲所以咱毋是亲像即个希罗底啦咱毋是亲像迄个妇人人。所以你看迄个当时的政治环境是啥？是遐尼恐怖、黑暗。耶稣就赶紧闪避、离开。所以咱看讲背后有迄个环境。然后咧，伫即段圣经内底，咱做伙来读者来。就咒抓答应迄个查某囡仔，无论求啥物，拢要互伊。查某囡仔，互老母使弄，
就讲，请将施洗者约翰的头壳放伫盘内，互我。王的心真艰苦，不过因为已经将头壳下伫盘里，交互查某囡仔，查某囡仔就放去互。哦，有曾经无？哦，所以哦，查甫人毋通乌白酒蛇，安尼无？哦，要酒蛇先想好，讲通啊毋通啊？你所讲的对啊毋对？啊无哦，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兄弟姊妹，咱讲出的话吼。你若做一个王啦，互人感觉无信任；一个领袖讲出话，若王感觉无信任，这就是咱看面对伫迄个两难哦。过来就是讲，因拄着啥物款的代志，咱做下读来。军将四散了后，伊家己就山祈祷。天暗的时，伊还家己一个伫遐。迄时阵已经离花真远，因为劲风雨影拨来拨去。你若有去即个以色列吼，你要有坐船啦，吼，坐船，即摆船也是较大只，然后去坐是模仿古早的迄个时阵的船型哦，爱较细只。所以伫迄个时阵，咱看加利利海有去过会记袂？伊的地势是悬过地平面，还是低地平面？低啦吼，低差不多。若我印象无毋对，是差400。所以低于海平面哦。所以迄山头若有迄个风势来吼，暴头风就会受引起哦吼，暴头风哦。所以突然就会感觉哦，迄个风影受影响。所以这是因所面对的环境。意思就是讲，有可能即个暴头风是你接到医生一张的诊断书，还是检查的报告，可能是你用死头路，可能是你拄到经济危机，引起你人生的风影。伫暗时大概3到6点的时阵，迄个是真黑暗，人当好困的时阵，对无？哦，总是即阵掠去的，因感觉讲，伫因的人生应该是会通赢过，但是咱看伊讲，这个风影因无法度去控制掉的。虽然因拢是有真侪是有经验的掠鱼人，但是因有真侪无法度掌握的鱼仔伫倒，无像即摆讲用迄个探测器哦去测讲鱼群伫倒，因当时无。第二就是这个风影要大要细。毋是因会使伫遐控制，所以伫迄个半暝3点到6点中间是天真黑暗，环境真暗淡的时阵。所以伫迄时阵，可能是你拄当面对亲像迄个达拉斯即个导演，对明日之星变做昨日的黄花，即款拄当的失败的困境，但是因为安尼。互伊会通伫遐来改变的，嘛是因为即款的困难哦。所以咱来看伊讲，第二就是咱会通想到、看到、理解到的，可能会影响咱所信的。人就互有限所伫遐压卡。你感觉你看到是真的吗？网络有真侪假消息。多马讲，除非我亲目看到、亲手摸到，若无我安怎无要信。隔8天，耶稣出现互伊看，多马，你要看吗？你要摸吗？伊煞毋敢。所以兄弟姊妹有当时哦，人类哦，咱人是一个感官哦，伫一个感官感觉知觉即款的影响。但是常常咱受限制啊。半暝哪有可能有人会通行伫水面？
无可能，对吧？无可能。所以当时这学生也是咱受限制伫即个人所想有限的想法内底。直到耶稣讲是我，毋免惊，因敢放心嘛。因听到一个熟悉的声，好亲像咱咧听主耶稣的声共款。咱做来读来，阮都看到伊伫湖的顶面伫行，真着惊，讲是鬼，因惊甲大声发出来。这是人正常的一个反应哦。所以咱会上伫遮来了解。检测咱做基督徒的，拄着这个惊吓的代志，咱嘛会安怎着惊哦？过去遐个宗教的信仰，可能会引发咱受惹坎的，也是讲无法度除掉的遐魔神啊、鬼怪。细汉的时阵，若有人出山，对吧？是大人就讲啥？闪毋通看，我特别吼。去即个殡仪馆，伫遐来服侍的时阵，咱也看到咱来吼，遐个人本来是安尼行，行到你关幕要到，啊，就闪，莫看，伊惊冲惊煞，囡仔佫真热，我会记我捌讲伫迄个个别礼拜时阵，阮古早伫庄骹，迄门是四片门门拢有一空。所以作业都伫遐看看，着半暝安怎？着寒眠啦，着寒眠，着惊妈妈吼，着爱食啥？乌干仔飘惊风散啦，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可能因的想法讲即边向导结束啊，对无？无望啊啦，会烧高了安怎？全无望安尼吼。第三，咱看讲这惊吓会互人的信心失落。是我，毋免惊，放心啊啦。所以后壁咱经文无读，但是如果你若会了解讲后壁彼得佫真好大胆讲，哇，是主，安尼互我安怎？无我对遮对船行到你遐好毋好？好哦。本来你的焦点是看耶稣对无？本来行甲真顺遂，对无？风影对风影，但是咧，当伊的焦点看到遐个风影搁较大的时阵，伊失落，伊惊吓。咱做来读来，彼得一个看到风遐尼大就惊，煞要沉落去，大声喊：主啊，救咧啊！救咧啊！惊吓有可能是一个挑战，是一个互你爬袂起来。总是嘛是一个机会，对你边仔讲，惊吓嘛是一个机会啦。惊吓是互你是要讨救兵人的气力有限，还是要讨救主啊？孩子们，常常咱是拄着苦难、拄着困难的时阵。我一直咧提醒讲，你是毋是开足些时间，比平常时搁较侪时间来求主啊，主啊，求你帮助，求你救咧啊！牧者咧讲到嘛，讲你毋免祈祷伤长，当你拄着艰苦、拄着艰难的时阵，你讲上帝啊，你是主爱公义良善维护啊啦！你就讲主啊救我，亲像彼得讲主啊救我。所以你平常时你对这位主是偌济认捌？伊是会当赢过迄个人世间所想的迄个苦海诸行是妈祖。妈祖的后代一个做牧师，是牧师娘的姑丈，讲阮的祖先是一个人啦。伊后代讲信有真侪信耶稣呢，信主的，甚至做牧师呢。伊只有是有小可有一寡医术的观念，伊是人，毋通拜伊啦。总之，咱看即个信仰伫台湾嘛是香火真旺，人无法度去认捌超越环境、超越这关系的耶稣。当咱认捌的时阵，咱就清楚，咱就知影。所以兄弟姊妹。
行遐是一个挑战，嘛是一个机会，是一个互你会通更较认捌这位主，伊的权能、伊的供应、伊的引带。所以伫迄个人生风影，也是你的人生危机的中间，是毋是会通将做你毋望的？所以咱爱认捌啊。所以读圣经要创啥？咱咧讲读新眼光啦，你有新的眼光无？还是别人的眼光？常常咧提醒咱的兄弟姊妹，你单独会主，你单独伫遮面会、甲主面会时，你是毋是会当看出这段圣经内底，这位上帝是啥物人？伊做啥物代志？伊是怎样的上帝？我要问咱，今仔日伫这段圣经内底，你看到这位耶稣、这位上帝是啥物款的上帝？孩子们，咱来讲看卖哦。咱先莫听牧师讲，咱先来讲看卖。对拄啊聚会伫读圣经，咱拄啊所看的，伫迄个风影中间，伫五块饼两尾鱼，伫洗礼约翰红台条的情景，你来认捌，咱来看这位耶稣是啥物款的耶稣，啥物款的主，啥物款的上帝，咱会通讲一来。怜悯的，互因食对无？够袂？哈？行伫水面上是啥？哈？行圣洁的。你知影行伫水面上，伊有另外一个代表哦。伫古早时，迄个水是代表黑暗关系的汇集，伊的所在，伊的溃烂的所在啊。所以你也想讲，耶稣行伫迄个海面上，是代表什么意义？是我展现我的关联，甲这黑暗的关系打伫我的骹下的，安尼了解无？表示讲，这位主是赢过这黑暗关系溃烂的一位。无共款的上帝，别人无法度，总是我有法度。所以咱要认捌这位上帝，都要怜悯主爱。哦，伊佫会变魔术，五块饼两尾鱼，互遐尼侪人食饱。所以咱要爱，甲群众爱共款嘛，是要爱迄个新约，也是要爱耶稣。如果若是迄个五块饼两尾鱼，佫剩落来，佫会通12斤。然后摕倒去厝，佫慢慢啊食，慢慢啊烘。也是你要爱这位变魔术，也是讲行圣耶耶稣，那两个互你选，你要选对一个？耶稣也是饼，甲你的饼讲你足巧的。但因为你的选择若对，就会影响后壁的结果，你知无？所以当你要选择神，你就爱认捌嘛。为什么你要信耶稣？为什么你要洗礼啊？是啥物因端？因端可能做人听无，那啥物原因？是啥物原因？是你看到伊展现伊的溃烂，赢过这风甲影，啥物人啊？连这个啥风影拢会通控制，拢会通赢过，伊会通踏伫咧水面的顶缘。伊会通吞达遮的黑暗的关系，所以马太福音后壁18章就讲，我要互你有关联溃烂。你伫拄仔咱读的哦，捆绑啊用台语用禁止对无？你会通伫地面上禁止，伫天顶嘛要甲你赞声，甲你赞力，互你有关联，敢毋是？所以你认捌这位耶稣是互你有通关联的，毋是干那救苦救难。伊佫会当训练你，佫互你有即个官兵，互你讲对迄个所讲的讲，我奉主的名捆绑你离开，伫天顶啊，要甲你赞声，甲你赞力。所以兄弟姊妹，咱要相信无？咱要相信，只有耶稣是关联的无？当你拄着这困难的时阵，伫你面对着迄款的检查报告是无好的。伫你面对着你人生、工作、经济、囡仔读册含慢，还是安怎婚姻顶结，你拄着这困难的时阵，你是一直讲无可能，害啊死啊惨啊，这声气了了啊，还是主啊，我阁有你，主啊救我，主啊帮助我，主啊医治我，主啊供应我。
顶礼拜我嘛甲咱讲，哦，咱的姊妹一个情形，我去安宁病房甲看，我嘛提醒伊，过去医生安怎讲，恁也会记袂？伊存活偌久？3个月至半年。哦，咱郭珍姐上早住伫呢对面。我问伊讲，安尼经过偌久啊？2年。这敢毋是经验吗？伊甲我讨讲，牧师啊，我若阁会当去东眼山野餐一下，李峰兄有听到啦吼，哦，拄当去录影了嘛吼，但是伊的心愿讲，对啊，你有心愿甲上帝讨啊，要互你毋互你，迄上帝代志啊。但是亲像彼得讲，主啊救我，对无？耶稣讲是我，毋免惊。你有讲主啊救我无？你甲主讨，要互我，毋互我，迄是主的代志。检菜像过去已经经历过，但是我讲性命拢是在伫上帝手头。所以兄弟姊妹，咱做来读这段来。本徒看到伊伫湖的顶面得行，真着惊，种实鬼啊！因甲大声发出来，耶稣随时甲俺讲，安心，是我，毋免惊。因上船，风就点去，船顶的人跪落去拜伊，讲：你真正是上帝的囝。彼得手伸喙。耶稣先春，毋是彼得先春。耶稣来，耶稣嘛伫对你伸手啦，毋免惊。你就甲你的手伸出来，抓条耶稣伊主的手，毋免惊。是倒当你看到这报告，感觉无好，对个生啥，毋免惊，你着甲上帝求嘛。加一刻久，加一天，加一个月，拢是稳定。因为圣经讲，忧愁烦恼袂互你的生命加偌久，加15分钟一刻久。你用迄个15分钟一刻久，你伫遐求，无的确就亲像5块饼2尾鱼，亲像这导演共款，因为安尼。变盘，伊的人生对低调、对山谷、对迄个失落爬起来，就因为一部电影。所以兄弟姊妹，咱看见咱的人生，是毋是有迄个伫人生苦海伫时时看顾咱的这位主？啊，你人捌伊偌济，你人捌阁无够，你信吗？你亲像彼得，我信吗？我信耶稣会当救我脱离咧苦难，救苦救难是耶稣嘛？你愿意互耶稣的手伫咧牵你行你头前路嘛？咱用这首歌，咱起立来用这首歌，伫遮来恳求主来引带咱哦。风雨无论遐大，总是会落山。海盐搁较向明，总是会平静。伫世间虽然有苦难，但是主的内面有平安。受伤的路程，伊无压制；灭灭的焚火，伊无拍散。毋免惊耶稣伫遮，毋免惊耶稣知影。求主怜悯，互咱面对的勇气；求主帮助，互咱定心的
早起。风雨无论遐大，总是会落山。海燕搁较响鸣，总是会平静。伫世间虽然有苦难，但是主的内面有平安。受伤的路程，伊无压制。要看的灯火，伊无拍死，毋免惊耶稣伫遮，毋免惊耶稣知影，求主怜悯，互咱面对的勇气。求主帮咱，互咱定心会早起，毋免惊耶稣伫遮，毋免惊耶稣知影。求主怜悯，互咱面对的勇气。求主帮咱，互咱定心会早起，毋免惊耶稣伫遮，毋免惊耶稣知影。求主怜悯，互咱面对的勇气。求主帮咱，互咱定心会早起，毋免惊耶稣伫遮，毋免惊耶稣知影。求主怜悯，互咱面对的勇气。求主帮咱，互咱定心会早起。做伙来祈祷。主，你甲阮讲，毋免惊，是我。就伫你看迄个检查报告，感觉无好时，伫你有做病痛、艰苦的时，伫你失落的时，伫面对亲人死亡的时，伫面对你头前毋知安怎行时，耶稣伸出伊的手，讲是我，毋免惊，对我行，我要引带你，我要互你得到安息，我要互你医治，欠亏吗？我要供应你。感谢主，伫人生风影起起伏伏的时，阮也有你啊，所以阮会当放心，因为你为阮负责，你是阮的牧者，互阮无欠亏。主，你知阮的兄弟姊妹心内伫烦恼的、伫艰苦的、伫逼迫的。愿主你施阮安慰、扶持、怜悯，互因免惊，因为有主你的同在。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请坐。